后来有一个50岁退休的空军飞行官，叫做苏俊廷，甲伊一个空军的学弟柯典成，甲空军的军事机密泄露予对方，时间已经有4年这么久了，严重危害到国家的安全。台中高分检用国安法甲贪污治罪条例，该2个人起诉。 中山科学研究院开发超音速反弹向上飞弹，进前互网友发现和较早地面发射方式无同，经过无战机挂载向风飞弹，严格咱国一项军事机密的计划，竟然轰到19中国。台中高分检侦破飞官盗窃秘密的案件，涉案的是50岁的退役飞官苏俊廷，伊找伊空军的学弟，也就是空军战术管制连队的管制官柯典成。 第4当前就开始盗窃机密的文件，办案人员对手机通联记录内底发现强军试探的内容，竟然包括着国军反制强机交代的策略，也有向山飞弹的结果改做 IDF 挂载的专案，这拢总互中国掌握，严重危害到国家安全。它只是一个挂载验证而已，它所获得的情资应该相对有限，作战第一，但是情报为先，我们的保密防谍 还做得不够。高分检阁调查出，这2个人用电动游戏用具当作暗号，执行代表缘分的机密，或者是军方的情资，执行价钱代表支付报酬，若比赛奖金代表另外计收入。苏俊廷找当地政治人员祖华，由祖华去设一间空壳的公司。苏俊廷则用假名高飞 Jackson 挂名公司的干事，双方利用假贸易来暗砍做间谍的工作费，再个将费用欠入去公司的口座。苏俊廷再个假做去中国旅游，交付军事机密，口座内底人民币都是因的报酬，总共摕到150万的新台票。因为政治动荡，造成 军人在这一方面离心离德，而且军人待遇普遍偏低，很容易被利诱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